Hello， 歡迎收看不會寫的閩南語漢字，我是小張。在國語裡面說覓食，在閩南語裡面就要說雜煎。雜煎這兩字到底安怎寫？這集看完你就知。一開始我們先來討論這個字，在《說文解字》裡面寫富也，將棉將罐啊，這個罐就是家財萬貫的罐，就是錢啦。咱來看運冊安怎記錄，愛讀作食。在教育部的網站內底，嘛是記錄食這個音，但是有另外一個音會使讀作雜。除了教育部之外，我們也可以來參考漢典，在漢典裡面也是記錄這兩個音，可以讀作食，也可以讀作雜。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兩個重點：第一，思跟之這兩個聲母可以互換。小張在各路英雄好漢的幫助之下，建立了這一張表，只要是寫在同一排的聲母，都有機會可以互換。之跟思就寫在這裡。接下來我們來討論第二件重要的事情，也就是這個韻母一跟 r 之間可以互相轉運這件事情。小張在台語500講第51集裡面有很詳細的討論。我們現在就來舉例說明。這個字可以讀作 did， 也可以讀作 dat。這個字可以讀作 big， 也可以讀作 bar。來複習一下，入聲字的尾音有這4種，都可以互相替換。這個字可以讀作 tit， 也可以讀作 tat。這個字可以讀作 lid， 也可以讀作 lat。舉這幾個例子，就是要說明一跟 r 之間的韻母轉運絕非空穴來風。現在我們來討論另外一個字，在上一集裡面我們有稍微提到這個字，除了可以讀作精，還可以讀作煎。腰煎就是用這字煎，嘛有人讀作腰煎，啊這字煎嘛會使摕來講蒸吧，其實就是瘦吧。小張，一個字這麼多音，到底有妥當無？有根據無？當然嘛有。咱現在來看漢典安怎記錄。在下門會使讀作煎，嘛會使讀作蒸，嘛會使讀作蒸。啊，這個字有什麼特殊的意思？在文冊內底有記錄一個意思，滅呀，蒸甲滅就是正版的港義連詞。我們現在來討論教育部記錄的一個詞彙。教育部有記錄這兩個字，意思就是緊密結實，愛讀作密雜。咱若是甲倒裝了後，就會使得到這兩字讀作雜密，還是讀作雜密。啊，這字密甲蒸是同義連詞，會使互相替換，所以咱就會使得到這兩字讀作雜煎。雜煎就是安尼來的。咱這個講法有文獻、有方法、有理論，無但見這個理論是愈來愈明白、愈來愈清楚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